Hello，大家好，我係輔政師 Johnny，我係抗病治抑鬱病研究系列嘅作者。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名既資深又專業嘅抑鬱病病人，患上抑鬱病亦都已經超過30年啦。我去寫抗病治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抑鬱病。上次嘅片呢，就已經係講到1990年3月中嘅時候，我喺一啲中文課堂嘅作文功課裏邊呢，就記錄咗我喺嗰段時間對於暗戀上一位陌生少女嘅一啲身心嘅情況。咁今次咧將會嚟一個少少嘅總結啦。我喺研究抑鬱病嘅過程裏邊啦，咁就不斷強調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要去將抑鬱病患病嘅過程去還原啊，去盡我所有嘅能力，盡我所有嘅資訊，去將患病嘅過程還原啊！要將當其時嘅情況一一呈現出嚟嘅。咁當然啦，還原嘅過程裏邊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要有根據咯。最好嘅一樣嘢就係有文字嘅記錄啦，或者好似今時今日科技咁先進嘅時候，甚至乎如果有一啲錄影片，有一啲錄音嘅記錄，就更加好啦。咁我喺之前嘅YouTube 片裏邊，我喺我之前嘅著作裏邊啦，可以話好幸運咁樣留低咗我過去一啲嘅身心狀態生活嘅文字記錄咯。咁儘管呢啲記錄係零碎啦、片面啦，但係即係總好過乜嘢嘅憑藉都冇咯，亦都總係好過係純粹淨係靠記憶嚟到去將呢一個患病嘅過程還原咯。咁簡單再講下啦，就係我喺1989年嘅11月係留低咗一篇嘅文章，呢一篇嘅文章就係中文科嘅考試嘅中文作文卷嚟嘅。咁咧就啱啱咧就記錄咗11月嘅時候嘅身心狀態啦。咁裏邊講咗咧就係喺1989年嘅9月尾嘅時候，我就遇上咗呢一位同村嘅陌生少女啦。咁而去到1990年嘅3月嘅時候，咁啱咧喺呢一個中文學校裏邊嘅中文周啊，中文推廣周裏邊咧就有作文比賽啦。咁我自己咧就寫咗2篇嘅文章去參加比賽啦。咁啱呢2篇嘅文章咧就係記錄咗我當其時最為受影響嘅2件事啦。第一就係我老豆喺我床頭食煙，影響我瞓覺啦。第二件事咧就係我暗戀上呢一位同村嘅陌生少女嘅一啲好憂愁嘅經歷啦。我自己睇返轉頭啦，去到1990年嘅3月嘅呢2篇嘅文章，其實就已經係表現出一種憂愁嘅狀態喺裏邊咯。喺嗰個文字嘅面貌上面，已經冇咗1989年11月嗰篇文章嘅嗰一種輕鬆帶有歡愉嘅感覺啦。
甚至乎可以話喺1990年3月裏邊嗰兩篇嘅文章已經完全冇任何一啲啲嘅開心嘅元素同埋文字嘅表現喺裏邊咯。所以有陣時我都會諗，原則上我嘅抑鬱病可能已經喺1990年嘅3月就已經係成熟㗎啦。咁當然啦，就係去到1990年嘅5月，我第一篇嘅日記、第一二篇嘅日記嘅文章，甚至乎我喺呢本日記嘅第一個扉頁裏邊寫低嘅一啲嘅文字，其實都已經係表現出一種好痛苦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能夠肯定去講嘅就係1990年5月，我嘅抑鬱病一定係已經係成熟㗎啦。嗰個關鍵就係3月咧都唔敢肯定住，5月就好肯定嚇。咁呢一種嘅肯定就係完全就係從嗰個文字上面嘅表現啦，文字嘅描述啦，佢裏邊嘅痛苦嘅情況啦。咁再當然啦，再加上就係我自己嘅記憶啦。咁幾樣嘢加埋嘅時候咧，就令到我覺得1990年嘅5月，我嘅抑鬱病就成熟啦。所以喺呢一度可以做一個簡單嘅回顧啦，就係究竟點解我會話我嘅抑鬱病就係喺1990年呢段時間係可以肯定佢係成熟呢？我又點樣去將我自己呢一個患病嘅過程、抑鬱病成熟嘅過程去還原出嚟呢？有咩根據呢？咁一個小小嘅回顧，亦都係一個小小嘅總結啦。好重要嘅一件事啦，就係1989年嘅8、9月時間，屋企係裝修。由於屋企裝修嘅結果就係我瞓覺嘅地方係改變咗。以前就係同阿媽瞓喺同一間房，我就瞓喺碌架床嘅上格。而改變到咧就係裝修完之後，我就係去瞓喺廚房出邊嘅嗰一張木梳化床。而喺呢一個裝修改變咗我瞓覺嘅地方呢一個情況開始，就係我每一朝早都會受到我老豆食煙喺我床頭嗰度食煙嘅直接嘅影響。佢食喺我床頭唔到1-2尺嘅範圍裏邊食煙，我好似就係喺佢隔離直接吸入一啲二手煙咁樣樣。我可以喺嗰個睡夢嘅情況底下，就係俾佢嘅煙臭醒。而呢個情況呢，係令到我非常之憤怒。呢個情況係令到我非常之討厭。而同一時間呢，除咗係上晝受佢影響之外呢，就係夜晚我都會受佢影響。我要等佢食完煙，佢休息，我先至有得休息。而呢一個情況咧，亦都令到我瞓覺嘅時間咧係推遲咗。所以我話我嘅一個生活嗰個嘅規律係嚴重受到呢一件事影響。而第二件事就係喺1989年嘅9月尾，我喺自己住嘅嗰個嘅屋村裏邊，喺嗰度就遇上咗一個好吸引我嘅陌生少女。我當其時覺得佢好靚。我當其時覺得佢就係我想要嘅對象。而喺呢一個陌生少女出現咗之後，我對佢就係朝思暮想，成日掛住佢，成日都想再次見到佢。但係第一次見到佢之後，其實我係冇辦法，我係冇一個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再見到佢。而我可以做到嘅嘢呢，就係喺相同嘅時間，
喺相同嘅地方再次出現喺嗰度，希望佢可以好似第一次見到佢嗰一日咁樣樣，佢喺翻嗰個時間裏邊，喺翻同一個地方再次出現。如是者，其實我喺第一次見到佢之後，我就喺放學嘅時間就較啱，大概4點至4點半左右啦，就去翻第一次見到佢嘅地方去等佢。但係好可惜，能夠成功等到佢嘅次數係極之少，極之少。喺等佢嘅過程裏邊，可以話每一日每一次都係帶住最大嘅希望去等佢，而每一次每一次亦都帶住最大嘅失望係離開嗰個地方。1-2個月嘅時間之後，慢慢啦，我就好似進入咗一個長期憂愁嘅身心狀態咁樣樣。咁呢兩件事呢，就係喺1989年嘅8-9月時間裏邊出現啦。正如之前嘅片段所講啦，1989年嘅11月，我就喺一個中文科嘅考試裏邊嘅中文作文卷，就將我遇上呢一個陌生少女嘅事情就記錄咗落嚟。喺記錄落嚟嘅時候呢，都仲有一種歡天喜地嘅感覺啊！第二個時間點呢，就係1990年嘅3月。喺1990年嘅3月呢，我就作咗2篇嘅文，咁記錄咗當其時嘅身心狀況。咁2篇嘅文呢，其中第一篇呢，就係作講我老豆啦。咁而喺嗰個文章裏邊所出現嘅情景呢，就係喺1990年嘅農曆新年裏邊，我老豆再次喺佢嘅中國大陸嘅鄉下翻嚟香港過年。咁我喺嗰個農曆年假裏邊呢，就係又一次受到佢吸煙嘅滋擾影響。而喺嗰篇文章裏邊呢，亦都好詳細、好仔細咁樣去描述我喺凌晨嘅時候俾佢嘅食煙臭醒嘅嗰個嘅身心狀態，係描述出我當其時係幾咁憤怒。咁喺呢一篇文章裏邊有一個記錄啦。咁而另一篇嘅文章呢，就係記錄翻啦，就係喺我遇上呢一個陌生少女之後嘅呢段時間，我對於呢個陌生少女嘅牽掛係點樣樣呢？咁呢個就係第二個時間點。跟住就係去到1990年嘅5月中啦。喺1990年嘅5月中裏邊呢，就係我老豆佢過完個農曆新年啦，咁佢就會翻去中國大陸佢自己嘅鄉下嗰度啦。跟住應該係喺夏天開始嘅時間啦，可能即係佢喺佢自己嗰個中國大陸嗰個鄉下裏邊就係好熱啊，冇冷氣。咁佢就會翻嚟香港過佢嗰個嘅暑假夏天咁樣樣嘅。咁喺5月中佢翻到嚟，又一次翻到嚟香港呢一個屋企嘅時候，嗰一日我放學翻到屋企，打開屋企道門，見到佢好似一尊佛咁樣樣坐咗喺屋企個客廳嗰度。嗰一刻我就情緒崩潰。我嘅情緒係直插到落去谷底。咁喺我情緒插到落去谷底嘅時候，我就選擇離開屋企啦，周圍行，周圍去下咁樣樣啦。咁就去咗自己屋村裏邊嘅一間書局，咁就買咗一本日記簿。就係由嗰一日開始，我就開始寫日記。而我第2日嘅時候就係帶住呢本日記簿翻去自己嘅中學，咁就諗住喺放學嘅時間就喺學校嘅canteen裏邊就一個人寫日記。
而我嘅第一篇嘅日記呢，就係回顧返我同嗰一位陌生少女相遇，至到去1990年5月呢段期間，嗰一種思念、牽掛、憂愁嘅情況。而嗰篇日記差唔多寫咗2000字。咁夜晚翻到屋企之後呢，咁由於夜晚又受到自己嘅老豆喺屋企食煙嘅影響啦，我又喺嗰一晚就將呢一種對我老豆嘅厭惡憎恨，就喺日記裏邊繼續寫埋落去，就係記錄埋嗰一日發生嘅事。咁當然啦，喺嗰一日寫日記嘅時候，我亦都有回顧翻就係一日之前，我老豆喺大陸裏邊翻嚟香港，令到我非常非常之唔開心嘅呢一件事，都有寫埋喺第一篇嘅日記裏邊嘅啊。所以我話我嘅抑鬱病嘅成熟係喺呢一個1990年嘅5月，就係呢幾集講嘅呢一個嘅故事咯。做少少嘅總結呢，就係我講得上呢一個係抑鬱病成熟嘅過程。原因係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就係我還原翻呢一個過程出嚟咯。由還原翻呢個過程出嚟嘅時候，我就檢討啦，喺呢個過程之前，我嘅身心狀態係點樣樣嘅呢？呢一個過程經歷完之後，我話我個病係成熟，咁我病成熟就成熟咗之後，咁我嗰個身心狀態係點樣樣呢？咁我就喺呢一度去表達佢出嚟咯，同埋一個最詳細嘅記錄同埋過程嘅描述呢，過程嘅還原呢，就係喺《抗病治2日記研究抑鬱病的生成惡化和爆發》呢一本書嘅第一章裏邊，第一章就係抑鬱成病。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研究抑鬱病，支持我去寫，支持我出版呢。如果將來有交流嘅活動呢，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大大支持。今日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啦，拜拜。